你没事吧？公主好身手。哼，巧合，巧合。什么？你说这福音公主是太后之前的眼线假扮的？那你之前不是说这太后眼线已经死了吗？此人功法了得，又掌握如此精妙的易容术，想要假死不难。 这易容术也有高低之分。据我所知，这世间最厉害的易容术，是一种叫千面玲珑功的功法。这此功不仅可以改变相貌，甚至可以改变骨相。不过这种功法唯一的破绽，就是时间。 这茶真好喝，如兰在舌，芬芳甘冽，清香宜人。这是陈某特地请御膳房的点心师制作的糕点。相爷今日是怎么了？怎么突然对我如此上心？公主不必惊异，这只是个开始。这个陈玉也真是的，想道歉就直说嘛，一直拐弯抹角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可就不客气了。福音公主对此等金贵之物本该司空见惯，你这个公主果然有问题。哎，现在才晌午，我就如此开心，真是多谢相爷啦。相爷不用送了，请回吧。相爷，你跟着我干嘛？陈某今日一天都未安排行程，可时刻陪伴着公主。可是我刚刚吃的太饱了，有些困了，想回去睡一觉。好，那陈某便陪公主去小憩，请。这怎么开始没人了？相爷，我只是想休息一下而已，你没必要一直在这儿守着，你这样我反而更不自在啊。那怎么行？公主骤寝，突然口渴如何？若是感到寒冷如何？亦若觉察苦热，又该如何？公主，你只需安心休息，其余的事情陈某在一旁，随时能照料你。你在这儿，我怎么睡得着呢？相爷，你怎么还在这儿啊？天都黑了。陈某一向言出必行。这陈玉究竟是什么意思呢？不会是喜欢我了吧？不行，傅宁婉，你可清醒一点，陈玉喜欢的可是那个白脸。相爷，这时候不早了，你……是啊，已经戌时了。虚实，我的千面玲珑功都快被他熬脱相了。相爷，你已经在这儿陪我一天了，肯定累了吧？要不你先回去歇息吧。时辰终于是到了。你不会是要在这儿过夜吧？仔细想来，
你我大婚也有半月有余了，是时候过夜了。我准备好了。可是我没准备好啊！哎呀啊，我肚子疼，我要去接手。相爷，你不会要跟着我吧？我可是要很久的。无妨，我陪你去。真让他在茅房外等我半个时辰，我还不如死了算了。不用了，我不痛了，我渴了。让我来谈谈虚实。谁？是你？他的功夫竟如此之高。你是说他认出你来了？他认出的不是这个我，而是这个我。那他的身份果然不简单啊！欧阳，这件事你去查。好。相爷，白莲小姐有请。好，我这就来。陈玉哥哥。白莲，你找我？没有啊，不过陈玉哥哥来了也好，帮我看看这画。陈玉哥哥。公主，你在做何？哦，我今天早上发簪丢了，我来找找是不是在相爷的房间里。公主，发簪丢了，何须自己亲自动手？我会叫家仆去找。你看，手都脏了。我不找了，相爷要是见到还我就是了。
你是叫凤芝吧？凤芝妹妹，我是欧阳大夫啊，我们之前在医馆见过呀，你忘了？哎呀，我去，这姑娘是真倔。不过我这天下第一神医的称号也不是白叫的。凤芝妹妹，哎，我觉得我们年龄相仿，要不以兄妹相称如何呀？好的，欧阳大夫。哎。我看这妹妹洗衣服还用草木灰呢，多不方便。我给你看样好东西，看看这个，这是本神医亲自研制的皂角，试试看。嘿嘿，凤芝妹妹，不是这么用的，轻轻揉搓就好了。搓？怎么搓？哎，我教你。像这样，真的？是不是很简单？方便吧？哇，欧阳大夫，你好厉害呀！还行还行。那就交给你啊。哎，凤芝妹妹，凤芝妹妹，凤芝妹妹，哎，衣服洗好了，也晾好了。真的啊？谢谢欧阳大夫了。那衣服也洗好了，也晾好了，你来找我做什么呀？我当然是怕凤芝妹妹太过操劳，所以来帮你了嘛。真的啊？那谢谢欧阳大夫了。哦，这些边边角角，整个屋子要反复擦2遍哦。谢谢了。凤芝妹妹，哥哥帮你呢，当然是心甘情愿。可妹妹能不能跟哥哥聊聊天啊？要不然我实在是太寂寥了。好吧，那你要聊什么？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不如咱们就聊聊这个福音公主吧。比如她有什么过往呀、特点呀？啊，我问这个呢，当然是方便日后给她看病嘛。那能聊的也太多了吧？太好了，咱们慢慢聊啊。哎，打扫去啊！啊，打扫打扫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福音公主食量可大了。有多大呀？打扫。她一顿饺子可以吃100个。100个饺子啊？我都只能吃98个。你也不是凡人啊你！我的天啊，太夸张了吧！老大，你在这儿呢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今天欧阳大夫来套我的话，我可是滴水不漏，而且我还让他帮我干了2天的活。真的滴水不漏？那是当然的。福音公主的生平，我可是倒背如流。别看这凤芝妹妹外表天真无邪，但实际嘴还是挺严的。不过我做暗桩多年，论聪明才智上，那还是我略胜一筹啊。切正题。啊，相爷，我调查出了许多的重要信息，不过简单总结下就是，此福音公主，她就是真的福音公主。不可能，欧阳，你的推测有误。哎，相爷，这话可不能乱讲。你有何证据证明我的推测有误啊？你也没有证据证明我的推测有差错呀。今天凤芝妹妹无意间向我吐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，只要此人一出，那绝对可以证明你我的推测到底谁对谁错。相爷，要不然我们打个赌怎么样？你说的人是？此人名曰赵怀安，乃是福音公主秘密情人是也。
相爷，我看元宵在即，要不然我们就在府内办个灯会，到时候请他一来便知了。这个灯谜可真有意思。大上啊！是啊，那是什么？这个手去像是你看，他就是赵淮安。这个人也不怎么样嘛。幸会幸会。这些日子承蒙相爷和公主关照，为表感激之情，今日白莲以曲为报，各位见笑了。